国内电钱4月特别起价啊！立法院嘅国民党团甲民众党团打着提案讲要冻起价。民进党的总调郭建民强调，立法院伫咧2015年就通过电钱甲要起价，要由电钱审议委员会来决议，所以呼吁南北两党应该要了解规范，因会伫咧议会提出异议，甲提案交予调野协商，进入1个月冷冻期。国内电价会4月起价，引起社会各界讨论。和立法院国民党团甲民众党团拢提案冻起电价，要伫立到议会闯关。那边立委指出，即马各项拢起，执政党应该体谅民众，搁先讨论能源政策。提出冻涨电价以及修改电业法，绝对是苦民所苦，刚好而已。我们呼吁民进党政府调整错误的能源政策，以免台电持续的亏损以及缺电的危机看不到尽头。在很多福国利民的法案上，我们的确是选择了跟中国国民党合作。电价的调整是不是要具有民主的可监控性？那这件事情，我相信相关的法案提出来讨论的时候，大家可以进一步的交换意见。不过，对南亚党团总调卜君奇提出的电业法第49条修正草案，要求以后要起电价，要经过立法院同意了后才会当实施。民众党团有关有所保留，面对在野攻势，民进党团采取加急动员应用，佮邀请经济部处长陈文生出席党团会议，说明调起方案。怎么看今天国民党他们要提电价冻涨？昨天已经回答过了。这1号就公告了嘛，我们交互协商啊。你现在不可能，你说在立法院可以，你自己订定的公式，你自己通过电业法，你自己叫停啊。人家都是依法行事的。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民强调，立法院2015年就通过电价审议，要由经济部电价费率审议委员会决议，呼吁南北党团应该了解规范，佮表示会伫议会中提出异议，将提案交落来，交予调野协商，进入1个月的冷冻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